来看到军步兵109去年发生袂倒的事件，2月14号检方起诉，昨下晡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开准备庭，大部分的士官甲阿兵哥拢认罪。军方嘛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，相关的人员嘛已经互处罚了。军营的门禁真严，陆军步兵109旅去年爆出一体袂倒的案，有4位官兵被丧失烟弹，互其他阿兵哥。姓郭班长甲烟弹没收了后，袂转去互阿兵哥。桃园地方法院18下晡头一届开准备庭诉庭，真侪士官甲士兵拢承认犯案。觉得卖毒品这件事情非常不 OK， 而且他是军人身份啊，那我觉得这更不能去纵容，对吧？那我觉得民众也没办法去接受军中卖毒品这件事情。军人呢，对啊，更不可取啊，对。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没办法，觉得军中不应该。不要说军中，我觉得就算一般民众，我也觉得都不行啊。对，而且他又是一个军人，本来就要更自律啊。检方查到109旅姓吴的义务役人，去年6月中到9月27，前后卖烟弹予其他阿兵哥3届。姓詹的义务役人知影了后，献价予姓郭的班长，想甲烟弹没收，并无报起哩，然后以5000块私下卖转去，探出乌食乌一案。目前本案均已进入司法程序，本部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。另外，对于相关涉案人员，均已依刑惩并行原则予以释惩。头一届准备庭，除了姓吴的男性否认家破病相朋友，姓何男性否认恐吓，其他人拢认罪。法官当庭录制姓郭的班长加乌西5000块犯罪所得，交回来也阁有后续班。结果分别通知开庭的时间，军方也表示，除了尊重司法的判决，相关的涉案人员也已经予因适合的处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